立法院会今仔要处理《昆立军人待遇条例》修正草案，将对志愿役加级的部分，哪怕是无共调。国民党团是主张讲，志愿役一个月要加级3万，民众党团是反对平济加薪，提出分级加级的版本。也毋过国民党的版本是以人数优势通过了。行政长赵英泰是表示讲，这个修正案无符合预算法的规定，会来提出纠正。台北市的后备里第一摆进行14天的教育调级，配合战术位伫台北棒球中心在内湖的地区做训练，包括战斗教练、快反射击和正常救护，要强化后备军人的临战效能。为着要加强国军的待遇，立法院第一初则是处理军人待遇条例修正草案。不过，针对军人加薪，第5条修正草案顶悬哪怕是无共调。国民党团提出的版本主张志愿役逐个月加给3万，民众党团的版本是主张少校以下基层的士官兵逐个月加给对15000增加到25000，上校和中校对14000提升到18000，反对这套式的加薪。人员维持费在我们整体国防预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，我们要提升志愿役的待遇，而且把它法制化，给予层级化的加薪数额。如果是分不同的阶层，然后呢加薪的幅度没有调整好的话，会影响到这个基层的士兵，他就不愿意升官了，因为他越升官，他的薪水会越少。大多数的这个军人都是支持国民党提出的党版。军人待遇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通过。落尾在拿下人数的优势之下，院长韩国瑜是正式讲推通过国民党团的版本，但是行政院长杜英台批评讲，军人加薪修法是无符合预算法的规定。预算法91条明文的写到，地法院用法律案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税出的时候，一定要跟行政院来征询，行政院绝对依照宪政的精神提出救济。杜英台话话立法院无应该搁做同款代志，认为讲军人待遇条例修正草案，真明显是完全违反预算法的规定，嘛违反宪法的精神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